高雄有一间高中办运动会，每一个班级进场的时阵，司仪拢会讲介绍词来绍介这个班级。其中有一个高一的同学做司仪真厉害，当老老的毛理文甲德文互相来插杂，伊是做一概念甲煞，大卡掌声不断。 高中运动会现场有够嗨，司仪小解班级入场，小解词是有够骨溜。1元2次配不好，可以找蔡依林，她说过陪我陪我陪陪陪。老师的梦想是带我们去纽西兰的。找一个人叫 Hubert Glenn was like a starring host and book the sir， 掌声鼓励。 敢若看到司仪念到热热肠，有毛利语、德国语，阁有歌词念到有够顺，不过是咧念什么？本来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每一个英文字母就上网去找，非常长的地名，然后后面又紧接着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很长的德文的名字，可以让我表现的机会。 那我就当然就有回去好好练习。原来热热肠的毛利语是纽西兰的地名，是一座叫做 Hawke's Bay 南部的山，嘛是全世界上长的地名之一。在地人拢甲叫做头马塔。高雄一间高中14号办运动会，大家班拢爱写小解词给司仪，大家拢咧比创意，还阁有这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班简直就是哦哦啊啊诶诶啊啊哦哦啊啊诶诶啊哦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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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。 对，大。热热肠完全袂顶打，阁会晓唱歌兼跳舞。你爱我还是他？帅，好帅！福泰哥哥你最帅。这次有那个要唱歌的部分，像是 Super Idol 那个。 然后那刚好也是我们班级自己写，大家果然都很有创意，每个班级都蛮有创意的。要做司仪，真是无简单，同学的考验隆重过关，嘛意外互大家来讨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